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的过年啊！哪有？好容易，我不来去。麻花糖啊，米糕凉面臭豆腐，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，铁巴饭萝卜饭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。日本时代，一个号做真德惨的少年长工，自细汉老爸就来过往，老母为了请养伊大汉，只好佮招一个翁婿入来。不过，这个后籍对德惨毋但真可行，而且甲德惨的老母当作一种机器，无咧管这个家的生活，所以母仔囝的日子要是无好过。好佳在德惨的老母，耐劳苦会拍算，家己请草鞋、饲猪、饲鸡鸭，辛辛苦苦勉强也会当过日。德惨16岁时，因老母叫伊辞掉长工的工课，转来厝里做线工。因为伊气力大，做代志骨力佫猛烈，逐工拢有人发到工课来互伊。比咧做长工的时较辛苦，钱嘛趁较济。搁再加上老母的缺欠，渐渐积一寡钱起来。到了德惨18岁时，就伫庄林娶一个正残人的女儿；21岁时生一个查某囝。想袂到德惨的老母，煞因为当年的劳苦，过无偌久就来过身。可怜的德惨，伊的幸福也甲伊挚爱的母亲做伙失去了。阿母，你敢知影你有搁加一个查某孙啊？只可惜你无互享受骗孙仔的快乐。德惨啊，咱这两个囡仔，大汉的当地学行，细汉的打出世。我袂当甲你做伙出去做工趁钱，厝内减一半的收入，以后是要安怎过日？不要紧啦，我加陪来做就是啊啦。你伫厝里哦，好好啊照顾这两个囡仔，钱的代志你莫烦恼啦。德惨安尼辛苦做，过了4冬，伊的身体就因为过劳，煞来治着肝热，破病4、5天，才看过一间西医，开掉2块外。虽然人有较轻松，毋过骹手还感觉无力，只是为着某囝，本地的骨力的德惨，就毋敢营营伫厝里。
也着忍受艰苦去田林做事，结果无几工，半暝啊困到一半。无诶，无诶！德参啊，你是安怎？无爽快心？我寒热啊，好亲像搁举起来啊！我足寒啊！德参，我兄陪来互你教。过顿工，德参，你有较好无？我头壳重坏坏，我爬袂起来啊！德参，你安尼袂使啦，我去家顶请西医来。无诶，你毋通去请西医啦！我做3工，还无够食一贴药啊！无看西医敢会好？你去汉药店贴几贴啊汉药，是讲无去沟仔边啊，扣一寡地茶青草啊，转来转就好啊。怀德德参无计较是啥物原因所致，伊敢若烦恼袂当做事。伫破病时阵，因某不得不出门去工作，放囡仔伫咧厝里哭。规家伙啊，一顿久久，两顿相拄。虽然饿袂死，不过一家口啊营养不良，尤其是囡仔。好佳在因某无搁再生。到了年尾，德参家己才有才调做一寡较轻巧的工课。看看咧，每月得要到咯，要搁找无适当的工课。若一到新春的过年，万事停办咯，更加就无做工的机会，一定爱欠赶新春半个月新娘。德参心内规工咧为这件代志烦恼。有一天，某诶。过年连面到啊，无紧想一寡办法趁一寡所谓袂当。你有啥物拍算？我听讲吼，街仔顶青菜的销路真好，我想要来做这项生意的。毋过啊，只是欠本钱啊。无本钱，嘛会当先甲人借啊。我就是无想要甲人开嘴借钱啊。安尼要安怎？你，无你登去恁后头借看卖咧啦。好啦，明仔载我走一撮啦。一个小小做餐人的家后，要哪有啥物看外家咧？德参面某转去嘛借无着啥物钱，难得因阿嫂对伊阁算袂歹，甲伊唯一的金仔一支金花借互伊，甲伊摕去饭店压几箍银，暂时做资本。某诶，青菜我口转来啊！我早起时食咧我着带去街仔顶卖啊。德参啊，你若想有欠一项物件呢？欠啥物物件？一支签啊！对吼，无签啊，我煞无才调去卖呢。毋过这签啊，看听专卖无上呢。咱即阵时要哪有钱，通好去买签啊啦。我先来甲隔壁借一支啦。德参的厝边好意甲一支上盖新的签仔借因，因为遐个巡警专门咧找小老百姓的空头来做因的成绩，犯罪事件发现愈侪，因的高升就愈紧。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，含冤无底讲的人，一向是坐干那鸟门。
什么通行此地、道路规则、饮食务规则、行路法规、道路行规矩，只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，通在法律的干涉甲此地范围中。所以，德参的某为防万一，就将新的亲仔招回来。买菜哦，买菜哦！人讲青菜生意袂歹做，真正有影呢。我一早起哦，就趁1箍外，安尼吼，唔免烦恼过年无通食食咯啦。德参就先买米，预备新春过年的粮食。过了几工，粮食足啊，伊就想讲，今年啊，家运伤歹啊，明年厝人吼，总是要换一个头面的。这第一啦，听人吼，这服纱的观音漆啊，爱来买新的啊。这当时啊，这门帘嘛爱换换咧。还阁有啊，袂当欠的这银纸钱啊，这蜡烛啊，嘛是拢爱来买啊。过几工，生意拢真好，伊又阁想要找一双甜粿，就将糖甲米买回来。德参啊，钱若有剩，毋着爱欠起来，紧甲阮阿嫂的金花赎回来才对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毋是甲这件代志放袂记哩啦。只不过吼，今日才25尔，迄笔钱吼，毋惊趁袂着啦，就算趁袂着吼，本钱嘛要伫咧咧。饭店吼，早行晚行，共款就是算1月日仔的利息啦。好啦，欢喜日吼，钱会记只爱欠刮起来，过年啊过，就赶紧去饭店甲金花赎回来，我通好摕转去还阮阿嫂。会啦，放心啦。过无几工，有一天散市要转去的时阵，伊想到厝内迄2个囡仔。唉，这2个囡仔从出世吼，就拢毋捌穿过一领新衫。我这个做老爸吼，对因实在是真亏欠。啊，过年念伊到啊，就算袂当互这2个囡仔幸福啊，至少嘛要互因一点仔快乐。所以德参就去报庄捡几手花布转去，结果甲这几日卖菜赚来的钱全部开了了。买菜哦，买菜哦！这一天晚昼，一个孙查甫顺势来到德参的菜搭头前，目睭相对伊打顶的青菜。德参就好礼甲问讲：“大人有要爱啥物无？”“你的货色较青哦。”“大人有安讲，迄大市内的吼。”啊，拢是吼，比庄卡较高享受啦，啊，毋是少道的物件吼，啊，是特别下恁的胃口啊。花菜卖偌济钱啊？啊，代志天要爱，免问介绍啦，啊，轻要甜我的物件，啊，就算我好运啊你。伊就拣几张好的，用稻草绑咧，恭敬献予这个孙查甫。无好喏，请看卖，请看卖。孙查甫甲提示。老实的德参也就真正甲青菜挂起哩亲啊亲切的，讲：“大人啊，你实在真客气，这一斤14两。”“哦，安尼对吼？”“无唔对啦，无唔对啦，本来是2斤足，大人要爱多。”德参这句话是平常时买卖口气，毋是要收送的表示。亲啊，无够好。2斤就2斤，哪会着拍折？无喏，大人，我这支青仔还阁新鲜的呢。摕过来我看卖。迄青仔花还阁真清楚呢。哼，袂用劲啊！摕来去警署。是啥物缘故啦？敢袂当修理？你唔起心，唔去，八戒啊咯！
孙查甫甲亲仔拍断等戏杀，遂抽出行政的小本簿啊，甲得惨的名事、字迹拢记起来，气喘喘，转去警察署。得惨雄雄受到这意外侮辱，扛抱着满腹的愤恨，伫菜单边失神徛咧。但顺境行走去，才有几个佣人对伊的身躯边挖来。你毋知影死我来饲啊，才摆单，这也毋捌，是要教人做啥生意？你讲几斤几两？敢讲伊的钱你敢摕呢？敢讲咱的物件，都也应该白白送伊哦。唉，你毋知影伊的厉害，你还袂试着伊的青草糕的滋味。啥物啊？做官的就会当随便欺负百姓哦。叫小贺。得惨转来到厝里，坐伫饭桌头前，暗顿食袂落去，点点一句话无讲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讲互我听好无？因某好咧甲高情，得惨才甲日时拄着的代志讲互伊听。唉，煞去啦！你摕这几工赚的钱，买一支新的行囊，剩的还阁有够甲迄支金花赎转来。好啦，较早休困的啊，明仔载嘛莫出去啊。新村要用的物件，嘛爱小可传一下。唉，咱今年的运气伤歹啊，恐惊运人有带官府。经过这件代志，凡说明年过，就会出运也无一定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得惨休息一天，看看咧无啥物动静，而且明仔就是二九暝，敢若剩一天的生理通做，伊就安定落来。透早菜单搭咧，对鸡仔顶去。这时阵天色还袂光，蒙雾中饲仔的人声早就呛呛滚，互人愈感受到一种年华将尽、人生苦短的稀微。到了天光，各大各社会拢得要卖完啊！有的人大头已经收起来，要回去围炉过团圆的二九暝，为了规年烫天的劳苦，享受着家庭的快乐。当这个时阵，得惨又搁拄着迄个孙查甫。静生啊，昨走去倒位？啥物？你哪会当随便骂人呢？静生，甲我来去家门。气就气，啥物咧静生？孙查甫目睭甲捏一下，就带伊上家门去。法官伫座上甲问讲：你敢是真得惨？得惨跪伫涂骹应讲：是，小明是。你敢捌犯过罪？小明30外岁，拢毋捌犯过一摆错。以前我不管嘞，这回你违反着道量刑的规则。冤枉啊！那你敢讲无这件代志？这件代志真正是冤枉的啦。但是孙查甫的报告总是无毋对啊！甲你讲实在是冤枉的啦。你既然违反啊，总是袂当轻轻啊放你煞。只干啊罚你3块银算是额外的稳定啊。毋过我都无钱啊。无钱？无钱都坐到3工。有也是无。甲你讲无钱就无钱啦。得惨心内拍算是安尼，新春的营营时节，减紧3工是无啥物要紧，比起来3块银的用处加真大，所以伊就甘愿互关3工。得惨的某
本正想讲衫洗好，才来去饭店将迄支金花赎出来。结果还未出门，已经听到这个歹消息。这时阵，有啥人会当互我养托？有啥人会当为我走总？德参面某愈想愈无办法，愈感觉伤心，只好酒店厝里哭。德参嫂啊，你干那酒店厝内一直哭，嘛毋是办法。是啊，你无倒早寡钱去衙门探一个消息，才是头路。啊无，阮厝内的囡仔，先拜托恁帮我顾一个，我来去衙门一撮。好啦，囡仔你免烦恼。嘿啦，阮会斗顾，做你紧去。多啦，多谢。只不过庄卡人平常时一见到纯净的面，就惊甲5分，何况是要入去衙门内面。德参面某又阁是无见过世面的妇人人，心内惊吓，用想的就知影。你要创啥？德参面某脚正踏入棍牙河顶，就互一个纯净喊一声。惊一个倒退去到门外去，好佳哉有一个14岁左右的工友出来查门。少年家，好心呢，请问一下，阮翁德参啊，是毋是互人关伫内底？你讲的吼，是毋是迄个伫顶家咧卖菜迄个？无毋对，就是伊叫做德参啊，就是阮翁啦。少年家，敢会当拜托你？帮我了解一下，要安怎办？才会当甲阮翁放出来。好好好，你踮遮小等，我来去甲你问看卖诶。这个14岁仔的少年家是衙门内面的工友，有善心，袂枉势欺负人。诚恳替伊想办法，甲伊提出3块银，帮伊叫入去。真德参。你会当转去啊？毋是拄则关入来尔，啥物随个放出来？德参啊！无，你哪会来伫遮？我听人讲，你互人掠去衙门啊！无犯着啥物代志啊？搁较安怎？嘛袂抬头啦，惊啥物？德参翁仔某行来到街仔顶，翅仔已经散，一世界拢是炮仔声。金花摕转来。我还未出门，就听到你互掠去的消息，我赶紧去衙门，伫遐缴3块银，即马无够钱通赎啊！这3块银是我早起后赚的啊。我先打菜单转去，饭店恐惊你要关啊。你紧去甲金花赎转来，摕到就紧转来。暗时啊，围过炉，囡仔因为过顶工透早爱起来开正，拢先去困，在做因幸福的梦。德参还阁伫咧厝内行来行去。德参啊，已经暗啊，明仔载透早就要起床，较早去困啊。德参面某甲喙骨落解，伊哪想拢无听到。心内敢若咧想，有一种不明所以的悲哀。
人唔正人啊，情生啥人愿意做？这是什么世间啊？活咧，无就死死的较快活。德参家己自言自语，雄雄又搁想起阿母死的时快乐的面容啊，伊已经怀抱着最后的觉悟咯。啥物拢无啊哦！敢若银纸，别项啥物拢无啦。无一连汤，结果嘛是无半啊！刚迄个时阵，街仔顶当咧传一项消息，一个夜巡的警察，互人杀死伫路林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一支亲啊，是由赖和生的原作、赖江书编剧，剧中的人物真德参、张志宏演出，德参的母苏映如演出，孙查甫、法官也有刑警林瑞坤演出，装恁的人张家济、洪淑芬演出，警察局的工友王彦甫演出。口白赖江书演出。